后来乡亲啊，镜头佫回到嘉义，讲嘉义县有侪乡亲早起一个起床，就是面对做大水，多站交流道嘛紧急封起来，互袂少上班上课的民众非常的困扰。啊，讲佫较困扰的是，已经出门啊，遮日早起的7点50分，接到县政府的消息，要停班停课，这是互卡里半路的民众有够气恼，痛骂县政府慢半拍。讲这个半暝都已经不务成灾，这停班停课的决定伤晚啦。未堪咧透早落大雨，嘉义县中和交流道骹拢淹水，车袂过，早起赶紧甲封起来。车袂过只好额头，要过骑车收雨赶出门的人，卡伫淹水的车路。你这样还骑得过去吗？那边太深了，过不去了。有桥倒的人因为淹水累残。是刚刚水太深了吗？对啊。骑就滑倒了。嘉义太保的车路变水路，赶要上班的乡亲是有够无奈。嘉义县政府一直到早起7点55分，才宣布嘉义县停止上班上课，为乡亲存咧硬气，拢已经出门要上班了，才宣布无奈减上去。太慢了啦！太慢。像我老婆差不多7点半就出门了啊，已经快要到公司了，然后才说雨下很大，水也蛮高的。那应该要再提早一点点。嘉义县长王忠良嘛，赶到淹水正严重的六卡乡去勘灾，乡亲赶紧甲比讲到底淹了偌严重。目前敢会当拜托天公伯啊斗3工，雨莫阁落啊。哎呀，阿姐唔通过哦。拄着有淹水所在，咱乡亲嘛爱细致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